它是第一场、第二场，或者是在敬拜中心，或者是在清风。那今天我们都可以来在这里聚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也是见证我们对这个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教会那一个向心力。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什么？因为要和会，对不对？对，我们悠长教会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彼此都不太可能看过，然后呢又不知道名字。这个时刻呢，可能我们的位置都要稍微紧一点，虽然楼下还有，现在我们要9点了。那所以有的人可能他还在赶路的路上，他还在预备。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要为那些还正在犹豫的，或者是他临时有事，或者是他在路上的，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保守他们的心，保守他们的脚步，可以安安稳稳的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聚集。慈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为着主啊，我们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不管是任何的理由，我们相信神都依然会眷顾他们、保护他们、守护他们。哦，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天父，主啊，现在我们的和会，主啊，今天是一个和会，在这个主日当中，愿我们弟兄姐妹都敞开心，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更多的来在这个教会献上自己。主啊，我们尽心竭力，主啊，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殿，主啊，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在肢体当中各尽自己的本分。谢谢耶稣，赞美你，赞美你。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向神献上感谢，带着你的礼物来。你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我们都求神用他十字架所留下的宝血来再一次的洁净。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自己献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我要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监察我的心，看我里面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污秽的，主啊，都求你用你十字架的宝血，奉耶稣的名都拿走。主耶稣，让我能够手洁清心，口唱心和，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谢谢耶稣，赞美你，主啊，使我在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主啊，像孩子一样的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我将我的全人全心都献上给你。主啊，主啊，你光照我。主啊，我相信，主啊，透过我们今天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透过我们今天的神你的话语，主啊，牧师的所传讲的分享他的信息，都要得着我们，使我们重新得力。谢谢耶稣，谢谢圣灵，圣灵，谢谢你，哈利路亚，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圣灵，我们欢迎你来，谢谢耶稣，赞美你。神的话说在历代志上16章8节，他说，我们这边没有，后面，这边没有，好，来，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你们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怎样？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主，我们这些是你儿女们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向神来呼求。现在让我们来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全心
常常祷告，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你冷漠迷欢呼声又不息，
治理着你，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千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再一次说创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着你，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千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要来顺服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遵行你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来，我们被神呼召，是有他的命定。愿你再一次透过这一首诗歌，再一次启动，更多的明白，神是创造宇宙的主。也能够更多的知道，每一个在这里的被呼召回来的儿女，不是偶然，乃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那个命定。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愿你再一次启动你那起初的温度，起初的热情，起初的信心，起初的喜乐。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按他形象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着你，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千年日为你所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我来为要顺服你，是的，主，我来为要荣耀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拉法、俄梅嘎，遵守你命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我来为要顺服你，我来为要荣耀你，活着为要敬拜你，活着为要遵行你旨意。你是阿拉法、俄梅嘎，遵守你命不止息，统管全地，永恒的主，全心全意敬拜你。让我们自由的敬拜。我们尊敬神，
你是统管万有的主，你将那属天的权柄赐给你所有的儿女。主，我们向你献上大大的感谢，深深的感谢，谢谢耶稣，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来，今摆请坐。你带咱做伙来三角来吟圣诗，伫新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哪准忧想真快乐。逐时刻呵乐吟诗，满心平安真得意，为得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底着跳大欢喜。起条主唔通放离，就得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咱三角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阮全地拢要来你来出欢喜的声。我们要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前，我们来唱歌，要来到学乐你，因为阮知耶和华上帝，阮是你所创造的，你也是阮也是你草场的羊，阮若要用感谢要来进入你的门，阮若要用学乐要来进入你的院，我要来感谢你，学乐你的名，因为耶和华你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是到万世代。主，阮真满心来感谢学乐你，多谢主，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你的教会又像教会伫这所在会徛起日过第71档。主，阮满心来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教会当中，阮要献上阮的感谢。主，阮特别也感谢主你，阮伫今早起，阮永远会当到主你的殿中，伫遮来敬拜学乐你。阮是何等有福分的人！主，因为阮知倚靠你的人是有福气的。主，今仔日像是阮若要举行的会员会阮若要将这一切已经完全交托向望伫你的面前。
恳求圣神，你即时同在伫咱当中，祝福伫阮即个聚会对头到落尾，拢上帝你的祝福满在当中。阮来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时咱三甲来用四读圣经来三甲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耶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甲要来奉献，咱请咱的同工来侍奉。祝福满满的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来感谢你。你是丰盛的主，原在阮的一切拢是对你遐来。主耶稣，你的圣是何等的长阔关心。主耶稣，我满心来感谢你。但这时阮要用奉献来回应主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听，求你加倍说伫阮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所奉献，无论是阮的金钱，是阮的祈祷，是阮的娱乐。恳求圣神，你欢喜阮伫你面前的献出，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即时来报告，注意圣工安排，咱家己兄弟姊妹，咱家己伫遐来规划，也有侍奉的当工，咱家斟酌咱家己的侍奉时间来。报告消息，小的公告，伫今仔下午9点要举行2024年的定期的好会。咱今仔日各场一礼拜有联合副堂也有转播吼，所以主堂若坐袂落的兄弟姊妹，咱会当麻烦到伫副堂，当今仔日儿母伫3楼伫遐来迄个聚会报道。即届好会，咱要接纳2023年收支决算甲通过2024年的收支的预算，
所以等下咱来看咱的合为手册第77页。另外，搁要选派伫今年2024年的财务检查员有2名，敬请咱兄弟姊妹为着今年咱教会达奖的因素奉献的成长的目标会当达成来努力，以及特别的关心代祷。第三项，本来伫今日下昼5点要举行侍奉者的勉励参会，地点是伫灵皇宫。咱若报名侍奉者，咱一定爱准时参加。名单如果若佫毋知，伫迄个公布栏遐，然后问题咱会当找咱的办公室，咱的配分的主任。然后登记要坐车的商人长辈，伫今日下晡，咱的长辈其实4点20，伫教会集合出发。咱的长辈较麻烦一下，伫4点20，有哪免伤早来。第二，中执会公告，本会本主日2月25有办法读经的运动，要鼓励奖金完成的名单，咱看咱的周报第9页。第三，本会3月7日的家庭的探访，要来这个拜六，因为有具约的有种的课程，所以咱有暂停一届。第四项，下周的主日是总会锁定妇女事工主日，当天有2场礼拜，要由咱的妇女的圣歌队来献诗，请兄弟准备心来奉献甲代祷。第5，下周的主日下晡8点要调暗时8点，有调开3月份的定期的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加，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6，本会定伫3月7、8暗上6点半到9点半，以及3月7、9拜六早下的8点半到暗上的9点半，伫敬拜中心有举办专业的敬新营，对象是咱本会受洗的会员、门徒学员必修的，费用是500块，这是包括咱的册甲餐点。请伫本主进前咱的办公室来报名，然后报名参加的，咱一定爱参加伫3月7、6暗上8点的祈祷会，这只专心营这同工，咱会记伫咱时间3月7、6有祈祷，迄个暗上的祈祷会。第7，本会2023年度第1学期的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请。你若照规定申请符合的，咱伫3月7、3进前提出申请，伫3月14暗上8点有要调开奖励金的小组的审核，请这的迄个小组员爱记者人来列席来审核。本会定伫3月17日颁发这奖励金。第8，本会2024年顶半年度的装备课程要伫4月75、4月78来举办，欢迎兄弟伫3月20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具体消息上个消息，伫迄个本会史堂生计划伫2月18望主文调安息主怀，已经伫拜5即伫遐有伫七病院已经举行一寡仪式完毕，壮伫宴召的圣仪的幕园，请相助会员，因为有参加相助会员，所以请相助会员缴迄个相助会费。另外有一个上个消息，就是咱的本会叶永信兄弟伫2月22望主文调安息主怀，要定伫3月7、3上午7点半，伫七日殡仪馆这拜区的1号地啊举行立馆火化礼拜。伫东港迄个堡，伫咱教会的主堂，迄天是礼拜日，所以伫下晡1点半，伫咱本会这个所在举行告别式。迄个了要安葬伫屏东基督教的日光园。所以这家属因也有请在冤请愿主来安慰遗嘱。请咱的兄弟姊妹特别为着这伫厝内有丧失亲人的为因来祈祷。第二项合作社纪念品的杂志的日期是到拜4 2月29。如果如期无领咱个弃管。这个纪念品毋是米，即个是迄个啥礼券。这是无补发的。所以2月29咱的权益爱记节。另外第二小项，助学的贷款专案利率是迄个无利息的。
你的囡仔你若读一定开始到大学研究所拢会办，你若是社员就会办无利息的，咱若毋知，咱会到伫迄个办公室底下来甲伊洽询，这甲各位报告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咱迄个高雄中卫妇女事工部，伫3月7日下早9点到12点，有即个世界公道日甲感恩礼拜，地点伫公山教会，费用100块。咱妇女圣乐队员是专业补助，欢迎咱的姊妹伫即个主日进前，咱的第美仪队长来报名第二，咱高雄中会上义事工部4月22到24，有办中北部的灵修3日2月活动，地点伫龙潭的小桥、大溪的老街、六福村等等2人房是一个人6900块。4人房是4人房是6300块那上年队员一人补助1000，欢迎咱的上年兄弟伫后主日，咱的柯明林美队长来报名参加。这以上报告咱煞接要来颁发咱去年咱有举办读经的运动头拄报告讲咱伫第9页咱今年到正月底为止咱这个运动有过一段落，咱拢总报名是256个，报名一人收500，所以拢总收128000，但是完成的人只有126个。咱要发迄个奖金1000块所以拢总发126000，感谢主，搁剩2000块所以教会搁有加中2000块归入这个宣教基金所以咱要参加也无迄个想要搁摕到500块，那无简单像牧师500块教育嘛是收无转来，搁爱搁去所以感谢主啦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读经运动。咱有人会当鼓励别人去读圣经感谢主咱真正有咱为了这126位会当完成甲圣经读一届一档咱拍拍甲因恭喜咱要来办迄个这个奖金因为人足济，所以咱请一位代表。咱请一个咱的长辈你们足济有伫遮无？有。来请伊是算长辈搁拍拼甲咱读圣经读一届感谢主来，老丁了。来，对，口罩过来，口罩对。来，好，咱拍包恭喜！咱今年无搁继续办不过阮也有咧推动这个读经，所以3月7日咱这帮有报名，已经有138位要参加圣经有种的讲座。因为咱确实，咱的信仰的根基无以外，就是上帝话。当咱来当伫上帝话，会当有深的根基。我相信那个伫坚固的石盘顶你搁是风吹日晒大水沟冲到这间厝安怎？拢袂倒啦所以感谢主
好，咱感谢上帝吼，搁一遍甲所有这抄写完成的，甲因拍拍啊！无完成的无要紧，后盖搁有机会，吼，继续努力。哦，补充报告吼，因为头段毋是金属这领啦，其他人是有哪有啊？但是你是爱落楼骹迄个办公室找迄个主任领，吼，毋是干那因有领咧吼，所以爱去落领，无遮百几个票嘛是烦恼吼，所以爱去咧领，吼。毋茫过咱会当读经活动，吼，咱会当继续。吼即是咱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吼，今仔有2节的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甲腓立比。大圣，咱来看马可福音第10章28节到31节。恁来看，我来强读。彼得就甲伊讲：我捌放杀一切来缀你。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无人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放杀厝体、兄弟、姊妹、老母、老爸、囝儿、田园，就伫现时无得到百倍，就是厝体、兄弟、姊妹、母亲、囝儿、田园，兼有困着，搁伫来世要得到永活，总是大圣的做要做落尾，落尾也要做大圣。咱搁看一位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3节到第5节。我既有少年恁，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恁对头一日到打三甲有份伫兴起福音。阿免，感谢上帝将伊的话来授赐予咱。这时咱赞美，咱要请教会圣歌队。圣歌队带来学乐的诗歌。这是咱的讲道，咱要请主任牧师。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召开2024年的定期聚会。今年的主题牧师会感动，就是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咱有一块
咱的同工吼做的关于这个主题，一个短短影片吼，咱会当来放吼。传福音对我来讲，就像生活的一个很习惯，然后也就像呼吸一样，所以传福音就像传好消息一样，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祝福。传福音对我而言是，我想把基督的爱与救恩传达给未信主的人，完成主的使命，让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不一样，甚至改变更新。因为我觉得认识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且在未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就是遇到困难我就会去问事的人，但是常常让自己心里反而就是更不平安。但在认识主之后，我觉得不管有什么难处，只要跟神祷告，我都不用害怕。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认识他。不能只有我享受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要把这个爱分享出去。因为我自己感受到，那传福音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动力，跟一个生命的一个活力。那传福音里面会带给我很大的一个生命的成长跟喜乐。因为你要跟人家讲耶稣，其实很多人都会拒绝。但是当我真的邀请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充满好奇心。但他们来的当中，如果受洗了，我会更喜乐，而且我会觉得荣耀都归于神。我觉得在传福音里面，我就是好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都是会用关心、关怀，然后之后看他的需要，我再讲我生命的见证或者我听过的见证，来引领他能够来走进教会。我透过我自己是生命的经历，然后让周遭的人看见我在这个信仰当中如何在跌倒当中爬起来。而且在这很艰困的当中，我并没有离弃神，我还紧紧地抓住神。一定会有遇到挫折，也有很多人的拒绝，但是在传福音里面，我相信我过去也是拒绝福音，但我相信福音以后，我觉得就是能够我有那个动力，那个动力就是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充满神的爱，然后让神的爱来浇灌我，我就有一个爱的永不止息的力量，再重新出发，勇往直前。当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跟他在讲的时候，其实在这一部分真的会有磨合，对，那可能在理念上真的也会比较不一样，他们会不相信，对，可是我会觉得说真的是这样，我是相信的啊，所以说在这一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争执这样子。你会想再去把自己受更多的装备，然后对神要有更深的认识，你自己装备好，你出去在帮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会站得住脚。好像中乐透一样，很快乐，很开心，因为就好像他们可以跟我一样，能够在任何的一个环境、生命的困境里面，他们会有盼望，他们会有一个解决的方式，而且他们不再有任何的忧虑，会充满一个极大的信心跟喜乐。我很感动这样子，嘿，就觉得我终于为神做了一件事情这样子。我会很开心，因为我会觉得又有一个灵魂，也许又要得救了。好，我们为他们鼓掌一下，感谢主哈。谢谢我们的媒体的同工哈。现在我们地下室工程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好的一个，有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录影的工作哈，希望可以传达一些信息哈。感谢上帝哈。
那我们今年这个主题就是期待我们跟随主是快乐的啊，好像我们唱那首诗歌哈，对主的人有幸福哈，这是快乐的。那我们要传福音给人，我相信，虽然有时候会遇到别人的拒绝啊、排斥，但是不要气馁啊。当他受洗的时候，我相信你非常的喜乐啊，别人也得到很大的祝福啊。韩国的金圣坤牧师就是丰盛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曾经这样讲说，人才分成3种，第3流的人才追求一生无风无浪，第2流的人才就是逆境还能乘风破浪，逆境还能够乘风破浪。但是1流的人才就是平顺还会兴风作浪，为了开创新奇啊，所以他是扰乱天下的，当然不是要来乱的啦，不是要来乱的，不是要来乱的，是他可以真的为了要得人啊，他可以在平顺当中仍然能够乘风破浪啊，这个是1流人才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1流人才啊。虽然好像很平顺，但是我们可以为主开创新奇啊。同样，他说信仰也有3种来3流的下一页，3流的信仰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念。一脚站在事业站在教会香卡打相准，就会掉入海里面的哈。所以这个他说是3流信仰。那2流信仰呢？你的服事都是靠自己的热心一种立法性的服事会自己有很大的压力，也带给别人很大的压力。那这样的信仰有时候也是很痛苦。你自己热心，看见别人不热心的时候，你就受不了。那这样的话，你受不了，别人也受不了。那有时候这个就带来不会那么好所以呢，期待我们能够成为1流的信仰。1流的信仰是什么？对。活出基督福音的见证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愿意舍己，愿意牺牲愿意真的降卑自己，有时候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被嘲笑、被辱骂被排斥各方面，但是他都忍耐。所以他能够活出那个美好的生命。我相信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喜乐传福音的人，我们就是要活出基督福音的见证学习主的样式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有2个地方，第一个是马可福音第10章28到31那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讲说这个耶稣的门徒彼得，他是大门徒，所以他比较常常都是首先发言首先反应。他就大胆的对主说看来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那我们将来能够得什么呢？这个时候耶稣毫不犹豫的来回答他，其实不是只回答他，也回答其他的门徒，也是在回答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做什么？和我一起做王，审判12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今世得100倍，将来还要承受永生。耶稣这个回复就是给所有人的，不只是给彼得，给所有门徒，也是给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凡跟随他的，真的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舍下一切来跟从他的，他的应许就是：你将来要和他一同作王，你今世必要得100倍，你将来要承受永生。这是主对使徒彼得的回复。我相信主耶稣他不是说随口说说，随便说说，这个是深思熟虑之言。因为圣经上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他所说的话永不会改变，不会突然往还。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上帝的话永远会立定。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我相信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领受，有这样的确信，那我们真的就能够喜乐的跟随他，我们就能够信主做门徒。所以怎么样信主做门徒？我读一本韩国牧师写的书，他们说，他们牧者常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常常在讲了一句话说：牧会实在很困难，就是牧会很难牧会很难当牧师要牧会很难。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真的生命很难改变，生命很难改变，都那是那个老样子，都是老我，都是天然人，没有办法成为属灵人，没有办法都一直走那个善恶树的道路，没有办法走生命树的道路。真的生命没有改变，要跟随主，要带领他，要牧养他，很困难。但其实若有人愿意真的学习基督的忍耐谦卑，愿意陪着他走，其实当有一天当他抓住了耶稣，他生命得到改变了我相信他就不会是牧师牧会的难处了，也不会我们小组长的这个头痛麻烦了，甚至他可能会成为最幸福的门徒，成为最幸福的门徒。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大家能够成为幸福的门徒做幸福的门徒。跟你隔壁说，做幸福的门徒。我们要做幸福的门徒就是要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要拥有属天的价值，拥有属天的价值。你没有拥有这个价值，幸福不起来所以主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要来买这块地，因为这块地有宝贝。好像天国，好像人在找好的珠子，那遇见一个好的珠子，他就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颗珠子。这个天地的宝贝看不见了，所以若没有信心的话，会不会被骗？你没有信心你就得不到了。你怕被骗，你就不敢买，就得不到了。他一定是知道真的这个地里有宝贝，所以他买了这块地。珠子是看得见的，当然他愿意去买。但是你这个珠子一目混珠，你这个珠子你都是是真的珍珠还是假的珍珠？那个真假难辨啊！你要内行的，你要知道了，你要识货的人才有办法。所以要真的要拥有这个属天的价值，看不见的，有时候你要用信心的，那你就是要识货。你真的去经历到了，你领受到了，你有感觉这个价值了，所以你就愿意来
跟随主。第二个，作为一个信主的门徒，就是要承担福音的使命。福基教会杨希鲁是最推动传福音的人。他说，这个福音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门徒的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既然是使命，就是一辈子的事，而且既然是一辈子的事，这个就不是随便的事，就不是不重要的事，这个就是重要的事，这个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在圣经说，当我们完成主的使命，神要赐给我们天上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价值啊！在彼得前书说，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天上的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而且是永远存留的。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尽这个福音使命，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信主的门徒。第三个，我们要成为一个信主做门徒，我们就是要接受布道的训练。真的，我们教会感谢上帝，让我们有细胞小组经过牧养，我们的同工越来越有主的这样的呼召。那有人愿意当辅长有人当信主同工，我们就开始去传福音。其实去传福音我们给他讲很多理论，好像我们这个开车子车子怎么开都没有开，敢不敢开？不敢开了，还是要上去震撼教育一下稍微起先这个2只手都酸得不得了，但慢慢就会变成老练，好像游泳一样。哇，一开始的话很怕，就身体绷得很紧，当然就沉下去，慢慢你会放松了。所以布道的工作就是要真的要操练当我们能够越是有投入，我们就越来越有专业，越来越有果效。你可能你很多生命的见证，你越分享，你越知道怎么分享分享的令人感动。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人其实很有分享的恩赐。比如说我们刚才看的影片我们看他们的分享那有人这个分享会打动你的心那我们都是能够有常常操练，我相信我们就成为一个专业的布道者所以重要是我们要这个福音怎么传得出去，让人家信得下，能够留得住，而且他能够被牧养得好，那我们教会就有更多信主的门徒第四个，要成为一个信主的门徒，我们应该要有真理的根基，所以应该扎稳真理的根基。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不是一般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更重要就是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知识就是要有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我们没有真正去经历神，没有只是听没有去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变成可能没有根基，我们知道1000块，但跟你拥有1000块这是两回事知道爱心，但是跟拥有爱心有没有爱心这两回事知道要忍耐，但是能不能忍耐这个是两回事。我们的信仰应该是不只是知道，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可以行出来的这是我们要做一个信主的门徒，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根基就是我们不仅能够有这样的
明白属天的价值，愿意承担福音的使命，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布道的操练，那我们也能够在真理根基来扎稳。我相信我们教会会越来越多幸福的门徒。第二个，我们幸福的门徒真的是要培育的。我们在刚才的报告当中，从4月开始，我们就开始要这个门训课程。那我们不是知识的训练，是灵性的操练啊！每一次的上课其实就是一种神的话语的培领操练啊。幸福门徒，我们有最少有就是基本上有4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就是门徒学校上跟下，还有幸福大学的上跟下。那在我们的周报报，我们3月8号到9号有一个全人更新营，受洗之后希望全人更新营。那可能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缠累。那怎么样借着这个更新，能够释放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更有这样的渴慕，愿意来接受这个装备。那我们进入了门徒学校，就是希望成为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就有5大确信，比如你能够真实的认识上帝，能够明白救恩，你能够委身在小组，委身在教会，而且你能够持续的使你的这个信仰不断的成长，你有属灵的生活的习惯。当你这样养成，那你才进入了门徒学校下，就是要更认识属天的价值，以至于我说我愿意为主来传福音，为主来得人，我愿意成为幸福的同工。当我做了幸福同工，慢慢我就知道，我怎么带领我们的小组长都邀请你来当副长像我们在应该是我们的复活节也是要差派我们的副长，希望我们能够领受从神来的权柄能力，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勇敢去做副长。那副长我们可以得人之后，我们到了宣武大学下，我们就有机会先去成为一个牧羊人，我们可以成为好牧人，所以我们有好牧人营会，我们就能够承担这个牧养的工作。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谓的门徒。我们希望我们都是门徒，而且能够信主做门徒很多的学员在礼拜一或是礼拜五这学期是礼拜五，上学期是礼拜二礼拜五因为时间有一些调换那牧师有时候写一个这个周五晚上的门徒学校，教会到处热闹滚滚。上课结束后，学员都还留着不走，大家交头接耳，分享不停，仿佛好像《使徒行传》那个门徒聚集的画面。他们一起吃饭，一起擘饼，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一起祷告，一起布道。他们是一群幸福的门徒，他们是一群神国的精兵。无论这个环境恶劣或是服事都辛苦，但是他们都愿意为基督全力以赴，他们愿意为福音甘心摆上。这个是在几年前牧师看到我们的这个门徒课程真的心中有感的花。所以我们教会今年牧师真的期待大家愿意做门徒信主做门徒。当我们信主做门徒，当然我们就能够喜乐传福音。为什么要喜乐传福音？第一个，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无论是在使徒行传28章，或是马太福音28章，或是使徒行传第1章，马可福音第1章，其实说你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主的名为他们施洗，或是说当圣灵
降临在你身上，你要得到能力，你要从耶路撒冷遍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无论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圣经的教导，其实都是在呼召我们要成为门徒，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门徒。那我们要传扬当我们能够回应主这样的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经历到得救的人不断加增，因为基督降世成为人，就是要救所有的罪人。那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是要做耶稣所做的，我们要说耶稣所说的，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当我们去做，我相信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会彰显，神会与我们同在。很多看起来不可能的，很多的见证不可能的，但是神动工了，奇妙的这个人来信主了，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得救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愿意去承担这个使命。我相信得救的人会加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得救的人就是一条宝贵的灵魂，在神眼中看是宝贵，所以使人得救，这是一个主托我们的使命。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幸福小组不断的推动布道的事工，使得救的人不断加增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传福音，既然要传福音，好像讲你要去工作你安尼唔甘愿做，唔情愿做爱做的时我相信你若是痛苦的做，还是要喜乐的做，哪一个比较好？既然要做就要欢喜做，甘愿受了欢喜做甘愿受。这个台语好像要翻国语都不会翻但是就是你痛苦也要做，你喜乐也要做喜乐也可以做，那你就喜乐的做。有的孩子我们讲你哭哭啼啼，你还要做，干脆你快乐一点所以保罗他是一个，虽然他传福音不简单，但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个圣经他说：“我每逢想到你们，我就感谢上帝。每次为你们大家祷告的时候是怎么样？怀着喜乐的心。为什么怀着喜乐的心？因为从开始的一天到现在，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都协助我，不只是我们是一起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当大家能够一起去传，其实不是那么枯燥无味，或是那么担忧害怕，或是那么劳苦重担。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人分享的痛苦痛苦是一半；有人分享的喜乐喜乐是双倍。所以感谢上帝。牧师常讲说，你要用祷告来服侍，你要带团队来服侍。我们教会就是希望大家不是孤单的，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布道副长带的幸福同工就是一个布道小组。感谢主，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做我们的传福音的工作不是那么痛苦，是喜乐的希望我们能够喜乐做门徒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那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在记载初代教会他们真的一起生活，一起敬拜，一起播饼，然后彼此相爱他们甚至为了要一起生活，他不是在好像那个共产党那个凡物公用，他不是，只是他们因着主的爱呼召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分享。当他们的东西完了之后，有人就把田产卖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属天的价值，他们知道这个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取代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若为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来世要得永生。当然，我们都信主的人想说，你信主之后为了要传福音，你把你的这个财产都奉献出来，那谁敢信呢？对不对？但是他们真的因为看到那个价值，那天上永恒的价值，那个价值是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换取的。各位弟兄姊妹，他们是真心的信。我们有时候说我主是我的一切，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觉得我能够拥有我自己的更好。其实真的初代教会的那个信心是大的。今天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因着那天上永恒的祝福，就是来世要得永生。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愿意真是摆上一切。初代教会因为能够有这样的领受，一代传承一代，所以能够经历福音爆炸性的复兴在初代教会。到今天有没有感谢上帝我们高雄真的有一个夫妻教会，他这10几年来真的培育无数的这个信主的门徒，他们也喜乐的传扬救恩的福音。所以从2011年开始不断的倍增。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佑昌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当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属天的价值，我们能够知道天国永生是神要我应许我们要去得的，而且这是世上没有任何可以相比的。我相信我们愿意信主做门徒，喜乐传福音，我们一定能够跟初代教会，也能够跟福气教会一样，经历到教会不断的倍增，不断的复兴。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和会牧师特别请我们同工这首诗歌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佑昌这首诗歌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成为信主的门徒，怎么样喜乐传福音，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家能够看见这个地方有充满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赐福。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弟兄姐妹，让我们打起精神，我们一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来宣唱这首佑昌的主题曲。阿们，阿们。你会唱这首歌的，请挥挥手；你还不会的，你把手高高的举起，让我们今天教会你唱这首歌。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拍手，将最大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大力的拍手给耶稣。一起来唱，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听不到，一切都会很顺利，祷告就可以，努力传福音，谦卑做门徒。佑昌有什么？佑昌有建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当时小祷告大圣经，人们觉得很惊奇，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行。
又唱又唱，这是你的家乡，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请乐团继续。来，我询问大家，现场你是右昌教会的信徒们，请挥挥手。无论是今天在主堂、在N楼、在副堂或在线上的，我想应该有1000人的教会，对不对？可是我刚刚听到的声音好像只有10个人的教会。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是右昌人，让我们开心的做主的门徒。再换另外一边跟他说，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神，一起来唱 ，Go， 让我们一起来跳舞，非常好，一切都会很顺利啊，祷告。又见大教堂，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当时小祷告，大神迹，我觉得很惊奇，真神在这里，努力传福音，要同行，双手举起来宣告右昌，这里幸福很好，右昌右昌。又唱又唱，让我们再去出发。3、2、1，再来宣告又唱。嘿，又唱又唱，再来又唱又唱。乐团嗨一点，乐团嗨一点 ，Go！ 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又唱。大声的宣告又唱，又唱，又唱，让我们再次出发，一起说，就是又唱，给我们的神热烈的掌声。拍拍你旁边的肩膀说，我以你是右昌人为最大的荣耀。站立，我们要请我们的大义长老、叶海平长老带领我们祷告。咱三个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上帝，我满心来学乐来感谢你。虽然这世界暂时的还有真多战乱，也是或者是有其他的地区有天灾疫情的特别也是伫国内也是有一寡物资一寡的膨胀，兼且也有侪人。因为安尼，对到工作也是家庭，拄着侪的条件来受到影响。主总是阮犹原也共款，伫遐凭着信心，虽然问题也未去解决，主求主你也帮助阮，互阮下人兄弟姊妹，阮会当搁较济用较济祈祷，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一切的挑战。主，今仔日阮伫顶的福气，这机会。直接要召开2024年的会员好会，恳求主，你是阮所伫这当中，互阮搁一遍伫这兄弟姊妹会当回顾，伫阮2023年，阮是逐种教会伫这事工的推展，这成效的结果，阮要伫这要兄弟姊妹伫这有做简单的报告。愿你的神感谢伫这，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我会当着主你有阮差目标，我来向前迈进。特别，我会当迈向伫阮油厂教会今年本会的目标，就是阮会当幸福来做门徒，喜乐要来传福音。主，你也帮助，检查阮还阁侪不足的所在，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逐人还阁对遐更较大的信心。更较大的智慧、参命能力，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欢喜来为主，你来传福音，
我哋让知影，阮无迄个付不起的代价，阮就是看无见的价值。求你受因所伫阮的当中，所伫阮这个教会，对头到落尾，拢有上帝你的恩典满满伫阮的当中。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今晚请坐。好，我们现在我们要召开我们今年的和会，我们要请小会的书记邓维仁长老来报告今天的出席，还有宣读我们去年的议事录。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文师传道跟我们讲说，我们是千人的教会，感谢赞美神。我们期待我们今年我们能够达成我们千人的目标。我们目前在籍的总人数是819人，阿们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这边来报告，我们总人数是在籍的是819人。那我们今天请假的人数是135人，不可抗力的因素有104人，所以我们今天应到人数是580人。那我们今天实到的人数是345人，我们已到达我们法定出席的会员人数。那请我们议长陈牧师来宣布2024年定期和会成立。好，我们拍手哈，我们2024年的定期和会可以有法定人数顺利召开请那个书记来读那个我来读我们2023年的议事。议事1，接纳2022年收支决算，即通过2023年收支预算。决议接纳2022年收支决算21568459元整，支出的决算是21633622元整。2022年的结存金额是464698元整。第二，通过2023年收支预算是2100万元整。三，由林倩金姐妹提议接纳和通过，由邢贤珍姐妹附议，经会员表决同意接纳2022年的收支决算，并接纳2023年的收支预算。二，选派2023年财务检查员2名。决议由于锦姐妹提议林永仁弟兄、陈思一弟兄附议。第二，由于锦姐妹提名谢水仙姐妹、尹嘉诚弟兄附议。三，经会员表决同意，林永仁弟兄、谢水仙姐妹为本会2023年的财务检查员。以上。好，我们这个记录应该非常清楚哈。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好不好用拍手来接纳这样的一个报告哈。我们接着就要进入今天的报告哈。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了哈，我们不会太长的时间。首先是要进入各机构的报告。那第一个就是教会小会跟长执会的报告。那这个报告都写在我们的第21页21页。无论是我们小会的组织。那后来我们有召开的会议，或是我们举行的圣礼典，有一些受洗的，有会籍异动的，比如说我们安息的会员可能就要会籍停档那有一些会友的婚礼，我们都记录很完整在这个地方。那教会聚会的人数的统计也在23页。我们管理人事办理、财务办理、教会行政办理都在我们这里面都很清楚
接着就是长执会，长执会也有办理的事情哈，也在26跟27页、28页、29页、30页、31页啊，这个都是32页。那最主要牧师要跟弟兄姊妹做一些分享的，就是我们33页有一个各项人数聚会的统计，那34、35是我们无论礼拜小组受洗人数的一些分析比较，或是我们教会的5年的总收入、总支出各项奉献的一个比较。为什么做这些图表？真的是我们的干事很用心。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怎么会成长，或是今年为什么会衰退？那应该有一些原因，都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可以接受。倘若是我们可以改进的，我们应该就要往那个目标去努力哈。所以我在37页有简单做一点那个数字会说话的一个解释哈。其实我们2023年比较于2019年，2019年就是疫情之前，疫情之后，其实整个教会有受到那个聚会的冲击。各位，我们现在实体人数都一直没有办法回到以前那个2019的那个人数的水平了哈。因为很多人在线上，但是我们所以现在教会在疫情之后，所有的教会都是变成有实体也有线上。但是陈牧师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在线上的感觉跟我们在实体跟线上感觉有没有一样？其实差很多。我们在这里感受那个快乐跟线上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实体。但是我们有一些可能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其实有线上，他们也很感恩他们可以每个礼拜可以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现在线上有很多可能讲道都有名，但是我知道弟兄姊妹他还是爱我们的家。我们是忧伤教会，他看到忧伤教会，他的心是不一样的牧师去探访的时候，我们有的长辈他一定是看我们教会的，因为他认识大家看到牧师，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他们就很喜乐所以感谢主，我们已经慢慢回到这个水平了那2023年，在我们的整个聚会上，有一个牧师值得我们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学青跟儿童这方面都有成长。一般的教会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儿童都少子化减少很多。但是我们忧伤教会，现在上帝的赐福就是。真的，我们生养众多，很多的洗礼，你看去年儿童的洗礼，哇，40几位，40-50位，这是少见的，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社青牧区，其实他们有理财课程，有婚姻课程的推动，也看到他们。也有一波的这个成长那我们2023年感谢主，一般都是已经恢复到之前的水准。那感谢主，我们在受洗人数上，去年也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疫情期间，这个布道事工不容易，大家害怕，你要办幸福小组很困难。但是去年都恢复正常。而且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副长愿意承担带领幸福同工布道，所以去年我们是差不多我们有史以来受洗大人小孩人数最多的139位，破纪录。那这当中成长最多的就是儿童，所以我们的儿童未来是很有希望那我们各样的奉献。其实我们教会的奉献，感谢上帝，
在经常会都是非常稳定。我们的11奉献是我们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大家很稳定。弟兄姊妹，倘若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真的，我们把1/10送入虎库，送入神的家。神的应许，他是要倾福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很多人都经历到，所以有很多人就是11奉献。所以我们11奉献，光去年就是奉献900多万。那其他的奉献有节期的，有感恩的奉献。感恩的奉献有时候多跟少是，可能今年我们有很多的喜事婚礼很多，他们也会奉献，或是我们有丧礼，他们也会奉献，都是少，所以这个大概我们都是在那个一个标准，在都按着目标哈，我们都差不了多少哈，所以去年我们教会的总收入各方面都有带来一个成长，这是神的恩典哈。盼望今年我们无论是聚会的人数，我们奉献各方面的目标，都是要靠弟兄姊妹大家的同心一起来努力，因为教会是我们所有人合在一起叫教会。教会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这叫教会。我们都是教会的家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出力，我相信整个教会就会真的同心合一，就会蓬勃发展啊。好，那这个就是牧师做一点分析。那我们的对外奉献，真的我们是差不多在长老教会，我不敢说是。使命里面一定是有的，我们一定是，我们愿意给人，神一定会大大的赐我们啊，所以我们对外奉献去年是372万2200，这个是所有的，但是基本中位的资料是327万多了啊，这个是这样哈。感谢主，这个是神的恩典。接下去是我们的那个奖学金哦，这个部分，在39页，感谢主，这个弟兄姊妹在生日的奉献，让我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这些孩子受到很好的鼓励哈。不只是信仰的，包括他们的出席、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学业，都包括在里面哈。接下去那个建筑基金跟职堂，我请我们的那个同工来报告好不好？那个建筑的方长老，请你报告一下吧。来，40页。建筑基金报告在2023年度全部的总收入为533万6727元哈，然后所有全部的2023年的支出是896万7244元。那因为去年度开始有教会地下室的改建工程，所以有一些工程款的支出。那明细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来看。那在去年度的话，全部的结存还有1366万3893元。以上报告。那弟兄姐妹，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谢谢大家。好，我们拍手，谢谢我。再来，我请那个食堂基金，我请那个刘明清长老来报告。职堂基金在我们的41页哈。那所谓的职堂基金，当时候我们设立这个职堂基金的时候，就是这个
专款奉献，那么这笔钱呢，全部就是用在职堂啊，就是开设分社教会，或者是开什么布道所啊，就是用在职堂。所以呢，我们目前呢，我们目前有清风静脉中心呢，这里的职堂的费用都详细记载在41页这些支出的项目哈。那从2022年之前的所有的滚存金呢，存结下来是2135792块，在今年里面，光是弟兄姐妹为职堂基金所有的奉献是1232610元。那这样子，我们从累积到跟今年所有的总收入是3368402元。那因为我们在清风静脉中心这里在一整年的这个支出，包含水电房租那边是租的那边是租的，所以包含这些房租，我们所有的支出是一整年是385859元。所以2023年收支对除余额，目前职堂基金还有剩2982543。以上报告。谢谢刘明坚长老很详细的报告。职堂基金真的感谢主，有很多人为这个职堂的奉献，我先上帝必定会纪念赐福他们。我们也为这个职堂的工作也更多祷告。盼望这个职场能够有更大的突破，因为要建立一个堂会是不容易的那我们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我们也祷告，盼望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将来能够成为堂会好，我们现在翻到42页，宣教基金是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基金。那感谢弟兄姊妹，去年我们宣教基金的奉献就有757132，那我们总收入是1292467，那支出722959元，剩下569508元。这个是非常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除了这个宣教基金要支持生命教育，停了一阵子，今年又要开始更新年事工，就是右上国中的事工，校园祭坛跟福音的事工，还有短宣的事工。特别我们教会有差派一个宣教师到土耳其，那这个是长宣的事工。每一个月我们要支付3万块，一年就是36万。感谢上帝，去年70几万，但是我们奉献还有一点允许，这是神的恩典。真的希望我们为了这个宣教的使命弟兄姊妹能够，因为我们的奉献都是小额奉献，其实你一口100块，那你认5口也500块，那500块我每一个月奉献500块或1000块，积少成多，就能够做成主的工所以鼓励大家可以来宣教基金能够再有任献你能够一个月500、1000都是可以，300都可以的好，我们放到急难救助基金那急难救助基金，我要请那个邓威仁长老来报告一下急难救助这边报告，我们本年度的收入是120万9600，就129万6291元抱歉那我们支出的金额是27万1989元，那我们本年度总共是结存100万
1024222元啊以上哈。好，应该我们感谢主哈，弟兄姊妹，我们的这个奉献啊，可以用到很多爱心的这样的慈善的救济哈。刚才那个宣教基金我里面没有显示出来，其实我们为了差派一个宣教师，不止我们教会支持，我们还呼召了26位的这样的后援的支持勇士，他们都奉献哈。我们真的也要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们总共每一个1000块一年就要12000块，这个是我们这些宣教的勇士所致，我们感谢这些勇士，愿神的赐福来，我们奉告这个黎底亚的爱慕基金，这个是比较简单，我稍微报告一下就好就是我们奉献会有奉献有79700块，那我们的整个收入合计是458275元那我们的支出主要是神学生的补助款，因为我们教会去读神学院了，我们都会一个学期都有15000块的补助。另外，我们为了菲律宾有2个学生，一个 Fred 一个 Catherine 他们夫妇，我们教会等于是为他们培养人才。真的，我们也祷告，希望未来他们能够被主大大使用，也能够在我们这里也做更美好的服事我们是1个月补助他们15000块这个是爱慕基金。那爱慕基金，我们就是设定，因为Fred 这个也是牧师的儿子，所以我们是关心他在教育上的一个需要愿神纪念是我们所献上的那我们在46页有这个各样的专案纪念的明细自己看。那我们紧接着就各牧区的报告，我们首先要请那个松联牧区蒋义雄长老，他是区长，简单的报告在47页。那个麦克风不要关掉，就直接讲就好。大家平安。上联牧区来报告迄个上联牧区即阵目前有6个小组小组长，总出席率也无介强咱的平均才一个50几个我知影咱教会真济，还佫有相连。如果讲你的行动方便你会当来参加咱这个小组参加这个周间的聚会，这是我遮咧诉求去年的时间就是头一摆办1日游一台游览车到哩迄个家己，大家当佚佗甲真欢喜，因为遮老人拢爱出去溜溜咧佫一个迄个底站的，就是讲附近安尼一个交易所以去年迄个底站的时间问题算暂停今年也准备有啲计划希望咱遮相连身躯还佫勇行欢迎你来参加伫即个小组即个小组小组长，咱来看你意爱还佫你就近安就好啦你参加每一个小组，感谢主啦小组即阵目前即个区牧区即阵目前还佫有122000迄个220块配合今年的活动有够用啦感谢主，欢迎大家遮以上报告。好，咱多谢迄个咱拍波感谢邱长老带领上林牧区来刷接迄个上林牧区，请王牧师。成人牧区我们平均牧区聚会大概88人。那每个牧区，我们每个小组也都在每年上下半年度开办幸福小组。那感谢主，我们去年有这个小组有受洗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特别在落实
男生跟女生的小组长的 RPG 祷告。男生的小组由我来带领，就是周一晚上我们9点线上的 RPG。女生的小组长呢，就由何牧师来带领，在周二晚上的 RPG 祷告。那我们的牧区几乎有80%都在推动幸福小组，我们几乎80%所以当然在喜乐做门徒来传福音，我们当然会尽我们的能力来做得更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拍手成人牧区我们翁牧师他们都何牧师很努力在带领。他们最近不仅举办了泡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也算是一种要邀请 base 的这个活动。那最近也办那个理财桌游的教练教师的培养我相信他们现在聚会人数也有成长相信今年会有更大的突破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祝福。来，接着我们请姐妹牧区。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教会是大家庭，小组是小家庭。伫小组内面，逐礼拜有组织，有感恩，有分享，充满喜乐。这是阮的小组啦感觉伫小组内面有真侪属灵的同伴，所以我鼓励要无进入小组的姊妹，欢迎恁参加。伫咱内面有真侪时间，照恁的时间来选择因为伫姊妹牧区内面，这个小组长拢真疼上帝，这个小组长真关心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鼓励咱会当参与伫小组所以伫小组内面做伙。有属灵的同伴，做伙成长，做伙服侍，做伙做宣告，做伙传福音，充满喜乐。所以鼓励咱大家参加伫姊妹牧区对咱对50页到52页，这中间有所有的报告。除了平均的人数今年有100个我的奉献大部分就是对每一个小组内面的奉献的1/10。来奉献伫牧区，所以牧区会当做培养，是会当去做宣告的奉献这是伫小组内面，我嘛鼓励伫小组中间有做伙祈祷，大概每一年阮做伙祈祷有53组左右做伙读圣经，所以伫这2-3年鼓励读圣经。去年到53个，今年有59个完成读圣经一遍。你看伊讲，太无共，因为有人无报，毋过伊嘛有缘参与伫阮内面的做伙读圣经，所以有完成读圣经的有59位。这是希望通过读圣经，通过祈祷来经历上帝，互每一个人信仰会当稳定伫教会来领受祝福。多谢。好，我们谢谢姐妹牧区他们的努力他们是一个非常整全的一个牧区在各方面的发展。来，我们请社青牧区陈立文传道，在53页。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们请看53页。好，53页。社青牧区报告。那我想要分享第2点。那我很感谢神，就是透过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去年可以办了上半年办了1期，下半年也办了1期。那现在我们正在第3期当中。那我连续3期我都上，因为后来我都当助教，我真的很感谢神我鼓励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大人都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冠冕理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理财，因为对于钱财是我们很重要的。我简单举个例子，这是超乎我所求所想。我们有个姐妹，她的先生不信主，她每天回家就是打电动游戏，就是电脑的电动游戏。那这个姐妹有一天呢，她就看到一个讯息说，儿童也可以有那个理财，然后每一个人要1000元，所以她就很兴奋，回家告诉她的先生说：“现在教会也要儿童理财，一个人要1000耶。”然后我另外也要参加那个全新营要500，
就他的先生在打电动，自己想办法。那他就觉得很受挫。可是过了几天，他的儿子小学4年级拿个单子回家，因为那个单子就是学校要开办一个就是电脑设计游戏的一个班，就是教小朋友设计电动游戏。哇，妈妈看了真的是不 OK 嘛？可是他拿给爸爸，爸爸一看，哦，这个好，但是就是要3800。爸爸马上拿3800给这个儿子，来，明天就去报名。哇，这个太太就觉得，这个姐妹觉得，那也安呢，这个后来先生去上班以后，这一个姐妹真的在理财营里面学到，所有的金钱，孩子都是属上帝的。她就带着孩子跪在床前，把孩子的手举高，3800也举高。神啊，这个孩子是你的。你带领他要上什么课？然后这个说神啊，3800虽然是先生给，可是也是你的钱，求你掌权。很神奇。过了几天，老师打电话给这个姐妹，哎，这个妈妈啊，这个我们这个人报名不够，所以这个已经不开课了，所以今天3800会拿回家。哇，她回来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她就是这样有智慧。把3800拿给先生说：“哎，这个学校不开课了。”这个先生这样子哦，不开课哦。好了，啊，你不是什么孩子要上什么课，2000块拿去。啊，你不是在上什么营啊，全人更新，500块你拿去。他说还有剩了1000多了。他说给你当零用钱。这个姐妹说：“哦，不用，我自己有打工，不用，还给先生。”当他分享完，我们全部老师跟所有的学生都给他拍掌。哈利路亚！所以透过这个冠冕理财，你知道吗？我听到很多的年轻人就是愿意把信用卡剪掉，不然就是很多张，就是剩下1张。如果有什么急需，然后特别就是我就是3届来，有2个他是当老板，他自己的生意的钱跟自己家用的钱都混在一起。就是透过这个课程老师的教导，他知道要分开。所以我觉得鼓励。如果因为为什么好像还没有报周报？因为还没有，就是一直有人登记了，就是这一期还没有结束，就有人一直要报下一期。那我想，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如果很想上个课，或是鼓励你的孩子，因为老师有说那个现在不是都是那个负债刷卡一组很多，所以如果你很希望鼓励人，就是推荐人，请去我们的办公室跟我们的主任报名登记。那我们下一期就可以邀请他参加，因为每一次只能12位，他不是说大班这样来上课，所以感谢神。然后第9点，很感谢神有一个机会，我们去年就送了圣诞节礼物去到台南，今年我们到了在高雄有2个地方是施青儿跟就是慈辉园红十字会的。那我觉得当我们今年送85份去给他们，那我们的社青认领就是1个人1000元，这样送礼物给他们，就对我们的很多的年轻人都很感动。那我感谢神，去年我们送到台南的时候，那时候就跟陈牧师报告，那陈牧师听了也很感动。陈牧师说：“有给人的，必有给你们的。你们的牧区今年一定会大大的突破。所以哈利路亚！我们今年我们的社青整个透过一些的活动，幸福小组的活动，我们已经突破100位了。所以感谢赞美神。以上报告。好，我们拍手感谢社青牧师在我们教会变成非常有活力不断在突破的一个区哈。来，我们现在接着请协青牧区蔡明佳传道，在55页到57页。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神哦。学青牧区其实在每一年我们就会有举办2次的祷告培灵会，也真的是透过这样的祷告会，帮助年轻人能够提升灵命，建立稳定的信仰根基。那我们学生也在每3个月，我们就会举办1次的福音布道活动，也就是我们的 B-Day 活动。透过每一次的活动去邀请新朋友，也同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去栽培，帮助我们的同工能够有这样的筹办活动能力，还有能够有这样的各样主理的各样的统筹能力。那这是一个很棒的经验。那也感谢神，因为学青牧区有别于其他不同牧区，是我们有独立的自己的礼拜的时间。我们在每个礼拜6的晚上6点到9点半，有我们的青虫聚会跟小组。
那也因为这样的机会，所以有很大的空间给我们学生学习各样的服事，无论是招待或者敬拜、控台、摄影，还有影视，还有报告、诗礼活动。目前我们牧区有将近80%的年轻人都参与在各样的服事团队，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培训，帮助年轻人能够去建立，无论是他自己，可能有些人年轻人他觉得自己没有特别的恩赐啊，有特别的能力，但也透过牧区，因为我们小组长都不断邀请我们都说小组长去邀请组员都出来，每个人都参与一项服事，所以也就是这样去帮助年轻人更多的去挖掘他们。有些年轻人他们其实只是因为个性害羞，不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这是他们需要被鼓励。也在这样的一个牧区当中，感谢神，现在牧区年轻人也都参与在教会的各样的大小服事聚会当中。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不吝啬的给予这些年轻人一些鼓励。在做礼拜的时候，有时候都看到台面这些前面的这些年轻人站在那里就鼓励他们一下。就是这群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他们愿意花时间，因为他们要可以操作这些的设备，他们也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甚至他们要自己自费去买一些的器材。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年轻人很愿意的话，也希望我们教会的这群属灵的各位的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能够不吝啬给我们年轻人多一点的鼓励。那也感谢神给佑昌真的有很棒的这样的音乐恩赐，还真的是神的恩典啦，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受邀去在高南的青年区这边有分享这样的敬拜培训。那也一样的南仔乐团，大家也都认识他们，很常会被邀请去参与在各样的一些活动去表演。那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当我们年轻人愿意去给予，也愿意去分享，也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需要的时候，我们舍我其谁的愿意来真的是服侍神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给我们年轻人更大的恩典跟祝福跟成全。那也相信在这样的服事当中，我们的年轻人的服事能力，还有他们的服事态度也会更多提升。那其实学青牧区它是一个从国一到大学的年龄时间长达有10年的时间，所以也欢迎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如果孩子是在这个年龄层的，鼓励他可以不会是只是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而是可以更多的也能够有这样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们能够一起来到学青牧区当中，不单是一起来探索自我，也可以更多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同龄层的年龄层的年轻人一起在这里来认识神。那期盼我们的教会是能够不断的继续留住年轻人，而且能够来更多赢得这城市的年轻人。也邀请弟兄姐妹持续的继续为我们学青牧区来祷告，谢谢大家。好，我们拍手。未来的教会就是年轻人哈。好，儿童。好，牧师。长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儿童牧区区长盛阳，感谢主，我们一直紧紧抓住 UKMO 这个印象，让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在牧养这个儿童的同时，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创意跟方法。因为我主细汉就在儿童牧区长大，所以我太了解这个儿童牧区了。所以我其实，在带儿童，我只是复刻过去我喜欢、我觉得好玩的那个儿童主日学，然后带给这世代的孩子。所以感谢主，在我们有许多的活动当中，今年也有一些的开启，甚至是我们跟家长期待有一个很棒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14点，我们开始有这个家长的班亲会，甚至我们第18点也讲到我们跟佑昌图书馆，其实我们希望孩子他不只是对圣经有认识，我们也增加他们在阅读上面的能力也有所提升。所以呢，我们其实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奉献的这些绘本故事书，也透过跟图书馆的合作，我们一起让孩子们喜爱阅读。所以感谢神，我们甚至在今年也要重新的下半年，我们要开启周末才艺营。我们期待跟社区有更多的连结跟互动，让孩子们看见教会的门敞开，能够喜爱来到教会。甚至我们也期待在新的一个学期，我们可以跟佑昌国小再一次的合作，我们开启这样佑昌的生命教育的团队。所以过去在这个团队当中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你想要参加的，欢迎来找我报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所以感谢主，我们也跟上教会的步调，儿童也要开始做幸福小组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儿童，儿童也是能够有传福音的能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以上是儿童牧区的报告，上帝祝福我们。
好，我们拍手啊！谢谢圣阳传道。我们接着双联圣歌队康信武队长啊。大家平安。双联圣歌队是每礼拜拜4、8点半开始练歌，欢迎60岁以上的兄姐来参加双联圣歌队来学乐上帝。以上报告。好，我们谢谢双联圣歌队最忠实的每个礼拜四他们都练歌，每2个礼拜就要献诗。来，妇女圣歌队李淑慧队长。大家平安，请翻开手册的第62页，这是我们圣歌队的事工报告以及我们的财务报告哈。那我们每2周一次的在早场的第1场的献诗哈。那我们拜六时我们晚上8点，在那个生活广场也有唱诗歌。那我呼吁我们姐妹们，我们很需要你们。我们很需要你们来唱诗歌，只有姐妹而已，弟兄没有权利哦。姐妹们很需要你们，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妇女圣歌队。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有年轻一代的姐妹来唱诗歌很喜乐的。来，教会圣歌队张国峰队长。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有一群默默付出的我们的圣歌队队员，还有一些干部在坚守岗位，在2023年非常完美的演出。那我先跟大家报告是我们去年的那个会计报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收入部分，我们是有全年度收入是175170，支出是105016，112年度结存是70154，这个是我们在会计部分。那事工部分除了每周主日第2场的服事以外，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我们在那个跨年还有在卫诗部分，还有我们的棕树主日、复活节甚至一些我们到其他教会的诗歌研习这一些的那私下还有我们有圣歌队员的旅游和聚餐，还有队员的还有家属的伤病探访这些是我们以上的圣歌队员的活动。那另外还要跟大家工商时间就是我们征求圣歌队员，尤其是男生男生的部分，因为我们平常就是礼拜6的晚上8点来那个练习。那在圣歌队的练习的过程中其实不输去健身房1个半小时的时间练习。练习的部分有哪些呢？第一个眼睛，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谱。第二个舌头，舌头会运动到，它影响到你的咀嚼能力。然后你的饮食，然后呢，你的肺部，尤其像今天我们献诗有一段是不准换音的，所以说当那一段我们昨天晚上就练了将近半个小时的那个没有换音，我们肺活量还有那个血压部分都练到了。还有我们身心灵方面，这个都是训练到每个礼拜都是很严格的训练。所以说在这个不管是我们的服事方面的身心灵这一些其实都有很大的祝福。求主来赐福在我们圣歌队员身上以上。好，谢谢。来敬拜赞美团，陈美玲团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首先来看第66页哈，敬拜团你会看到我们敬拜团的组织哈，横跨2个页面哈。那你会看到，其实我们敬拜团包括主人成人这边哈，还包括我们的敬宗，还有清风，我们也都纳在里面，青虫。好，包括学青他们儿牧，还有周三的祷告会晨祷，我们都把它列入在敬拜团的里面哈。那我们也一样会看到很多重复的名字在里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子的付出，跟愿意这样子的服侍。好，那我们也恳求神，就是在我们的代祷当中，也来祝福这些服侍者。真的是每一次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敬拜，这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事工报告哈，68页。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事工报告主要是在成人的部分。那如果是学生的部分他们会我们的敬拜团有些活动，它会归类在学生牧区的事工报告里面。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成人包括主堂敬拜中心所有的成人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在去年呢，因为除了教会的服事，我们也接受好几个跨教会的一些的特会的服事。好，那也很感谢神，神也给我们教会的敬拜团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除了祝福我们教会，也能够出去服事别人，也能够在所有的在一些的特会当中，能够带领跨教会的一些的特会的顺利的进行。我们也为这样子献上感恩。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会计的部分哈，我们的财务很简单哈，就几个部分。那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提出哈。以上报告，谢谢。还有，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借大家一个手哈？因为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当中有乐团的服侍哈，包括恩雅今年她3月要到加拿大去。他的服事真的非常的多，好，他横跨成人还有学生啊，真的，我们真的是要为他更多的带祷，我们也好不好？我们给他祝福一下，掌声欢送他，好。然后我真的敬拜团要对他有一点表示哈，我们会私底下给他有一点点的祝福。真的，我们真的很感恩有恩雅在我们当中，她在一切的不足当中，她都很愿意来补足我们。然后我再次再多一点点时间，我呼吁，我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乐手能够来服侍，我们真的很欠缺琴手我们也期待就是说神在这当中能够更多的补足我们包括敬拜团，包括诗班，我相信我们都很需要琴手。好，愿在这样子的报告当中，也能呼吁当中，如果有谁我们有深藏不露的，好，你能够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服侍的，可以来主动跟我们说。好，谢谢。以上报告。谢谢。好，接着我们请那个1919不，赞美操，对不起，赞美操。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赞美操就是一个祭坛，我常常跟这些种子老师讲，当你们在跳赞美操的时候，你就是在设立祭坛。在公园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运动的团体的音乐，可是呢，当我们赞美操在那里跳赞美操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光，就是要照亮社区，照亮这个公园，要影响这个地方哈。那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有4个莒光公园、都会公园、新泰公园、碉堡公园跟线上的赞美操。那为什么疫情之后还要存留线上赞美操呢？那线上赞美操是在疫情当中神感动要设立的。可是呢，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办法出门的，有一些长者他是不方便出门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在家工作，他没有办法到公园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线上赞美操，你看我们现在的网络这么多的东西在网络上面，网络也是需要洁净的所以呢，线上赞美操有带着这2个功能存在那我们也是现在很多教会都在做长者的事工，长者的市场很大，所以我们的服事的
工人也是缺工哈，所以呢，我们也是有栽培种子老师。那种子老师的部分呢，少写了一个杜金凤。那我们今年有3个实习老师就是黄英顺、王丽香跟买慧婷我们也希望能够栽培更多的人起来，可以来参与这个服事赞美操是一个很棒的服事，你自己在赞美操当中，首先被神的话洗涤1个小时，比所有的运动都更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好，我们谢谢赞美操等等。来，1919，我们讲长老。感谢主，1919就咱的牧师来到咱的教会开始组织，91地动了后，咱的夏牧师用真济助力伫这个社区感谢主，伫这个1919，而且我大声感谢咱的赵地长老，我们来底话从即马拢伊咧执行较济，因为我即马目睭的车也袂当开，也袂当去了感谢主，从真辛苦逐摆去领食物银行，8点去排列，爱到当时到下晡等到厝2点，就搁来发遮迄落感谢主啦，而且志工大家拢真合作帮忙，遮感谢啦伫即个报告的时间内底即个走伫小组小组，伊即摆后迄落个马孙对199关心来入咱的教会受洗，遮感谢主啦落来咧关心迄个关心遮个遮个家庭就是迄个父母伫监狱这个囡仔这就来因对监狱送啦来去关心送的礼物，拢伫即个圣诞节左右，即有17个个案来搁再有申请迄个救助金也有去年较特别，咱的夏牧师特别将即个救助金送到伫即个关怀家庭从1919较早讲即个爱走动，拢骑动温车安尼台湾踅几年的舞啊足忝，可是即马有小可咧改变即摆因分4组，也骑脚踏车分4组，内面拢有迄落个传道牧师亲自来到咱油松的社区，为了因带食物，搁再为了因祈祷奉献感谢主，从即个199伫即个社区哪做哪大我嘛期待咱教会即199即个个案我嘛毋茫讲咱会友去找求迄个个案送入来伫咱迄个教会，咱教会有配分干事，你为了咱即个关怀个案伫电脑作业从伊嘛足辛苦，足无闲，感谢主，我也真感谢伊一寡弱势家庭还佫有即摆特别就是咱本来这食物银行有17案，将近到要到20案，可是即马咱就讲若会当过，伊就讲毋免啦互迄落个较散起来可是散起来你咱即阵咧靠这志工讲几个去找即个个案较困难啦所特别我要求讲，伫咱的会友，咱即个食物银行毋是对咱的会友，是对社区一方面会当传福音将迄个听传出去，你会当得到社区更较认同教会所做一切这是安尼感谢主这个财务普通抑搁这财务是拢用伫时间，感谢主从这财务要172000块这真简单向咱报告。好谢谢。感谢主。来，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还有最后2个报告，请那个海平长老郑爱玲跟那个幼儿园。祝大家平安。我起来就是尾声要到，迄个请兄姊妹耐心的当持续到落尾因为我这报告是目前政府上届第一爱去推展的老人囡仔，包括选举政见甲政策发表拢会讲到所以伫郑爱玲关怀的社区据点遮
希望讲咱长辈咱会当来参与吼，咱即目前是拜一甲拜四，吼详细的物件咱注意看内底的内容就知影吼。而且也真感谢咱遮所有的志工吼，迄个会参与，因为咱个是有志工，咱才有法度去推展即个业务。吼所以也希望讲会当咱遮的长辈你也65岁以上的，咱会当欢喜邀请你来参与伫教会遮吼。咱讲实讲伫遮有食也有通做，也有通表演。课程是足大的内容，我上届学了咱的课程面场吼，伊逐种拢参加，佫真喜乐。咱这内底拢邀请外口的讲师，所以迄个伫遮的内容也足济，包括讲咱的水良长老有当行动无便，伊嘛是拢来参加，所以特别遮佫去邀请咱若有65岁以上的，咱会当来参与。迄个一寡遮的收支的报告，咱过目，因为咱进前当开始先第一档至第二档，教会有去补助20万，但是第二档是阮个将这20万还转去教会，因为这伫遮目前咱社会局去申请拢还佫有够通用，所以感谢主伫遮甲各位报告。所以伫72页甲73页，咱家己过目继续，我有来报告迄个有讲幼儿园这换囡仔，今目前咱有迄个教职员工有13位有大班、中班、小班各2班，迄个有6班，各有安亲2班，咱伫迄个报告遮有74页以及75页，咱有一寡活动，咱家己看。特别伫遮所有的报告，唯一有得爱看盈利的，所以我必须爱看盈利。所以伫即部分，因为伫又讲幼儿园对民国72年1983年开始成立到目前41档，讲实感谢主，足济幼稚园包括教会拢已经收起来。咱有法度伫油厂这地区遐竞争佮少子化，有法度持续经营，是讲是真正感谢上帝伊的保守，伊的稳定无伫咱当中。特别感谢历任咱遮的董事，因的调话，佮遮的高级员工、园长以及老师，因真用心伫教学。毋茫讲伫囡仔遮，毋来遮当伫执行尔，伫因的品格佮特别爱佮伫遐要求。所以伫品格教育伫幼稚园遮真迄个重视。伫遮报告咱会顺利，伫旧年度咱已经参加迄个准公托，已经参加准公托。所以伫旧年咱会顺利伫收入来讲有13688229块，支出10174888块。所以咱伫旧年咱的迄个损益是3513341块，所以咱已经突破到伫300万以上。当然，佫比较早经营早期的是讲超过600万，迄是不可同日而语，已经无共款啦。但是伫即几档，包括疫情了，咱会当安尼所以伫旧年遮的迄个350几万，是感谢上帝，真正是稳定所以咱伫旧年年底是有拨250万伫教会建筑基金。所以，如讲托幼稚园会当真做教会遮一寡咱有时要宣教福音的推展，包括牧师讲的，咱遮福音要去到要传福音的时，咱嘛是爱有一寡遮的经费。除了兄弟姊妹奉献以外，迄个幼稚园遮的盈利真做好的帮咱，特别伫咱的建筑部分，伫下底整修，咱的整修遐伫2月底才会完成。所以，到时牧师会出一时间。会做一个迄个感恩的礼拜，所以到时咱会当去看见教会伫遮70几档来，71档咱总是有无共款的改变，遮多谢咱各位咱家己去过目，遮会财务报告以上。好，咱多谢海平长老好，我们的报告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要请有人提议、呼吁我们来接纳这些事工跟会计的报告，谁要提议？那个长职除外了其他都可以了。下面人要提议，拢忙表达咯，无报告遮久，会员就可以，会员就可以。谁举手？勇敢一点嘛。陈慧，那提议那个。
加一哦，他复议哈，我们接纳了，请举手。好，谢谢，好，感谢主哈，谢谢他们，拍手，谢谢他们。因为教会的服事哈都是义工了，大家真的是辛苦了，我们是要感谢的哈，希望更多的鼓励，做得更好。好，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因为时间不早，我们进入那个财务检查员的报告。那个永仁弟兄或是水仙姐妹有没有来？那个林永仁弟兄没有来。好，是不是能够麻烦他哈？因为他们做这个会计的检查哈，有2个礼拜的时间，花很多的时间哈。那检查大致上弟兄姊妹都很负责的，都很负责任，但是有一些可能瑕疵或是不了解哈。我们今年的盐业7号也特别有办一个训练啊，就是说明，让所有的财务人员知道，这个奉献都是弟兄姊妹他们所奉献的，我们要都清清楚楚的哈，收入支出哈我们的那个征信都要清楚。他在哪里？应该他要报告没有？来，我们请那个水仙姐来做那个财务检查的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财务检查报告一切都很顺利，那大家也做得很好，也都及时做更正。对，那有一点我可以提，就是希望说教会的账不要再用手写，可以用 Excel 的来计算，可能分类的部分我可以看得更清楚。对，那这样也可以掌控每一个各区的现金流。我发现各区的现金流都看不太出来。对，这是要一个小小建议。好，以上谢谢。好，谢谢，感谢主哈。水仙姐她是在这方面都很专业。我们教会一定是要往一个更进步的一个未来，真的是一个数位化，或是各方面我们都要在前进哈。那我们也给所有的财务人员我们给他鼓掌哈，他们要负责任的帮我们做好的管家哈。这个是对教会，教会最重要就是我们推动事工，我们有财务的支撑，我们能够达到非常的平衡，那整个教会就会有好的发展哈。好，我们也是要有人提议跟复议接纳我们财务员的报告，哪一个提议？那个我们高若涵写复议，提议写一个复议，那个嘉诚哈，陈嘉诚复议，来，我们接纳了，请举手。好，谢谢，那就要进入我们的议事哈。今年我们2023年的收支结算在我们的77页，我们的总收入是2454万5321元，我们的总支出是2416万0350元，结余有38万4971元哈，字很小，但是应该是很清楚哈。这个是我们的收支的结算哈，还有我们2024年我们的收入的预算因为有结余38万4971元，71元，我们加起来总共这个收入的预算是2252万，好，那支出也是2252万。好，针对这个谁要来提议要来接纳跟通过我们这个收支的预算？
感谢上帝了哈，我们上帝恩典真的充足，让我们充足有余。来，贾秀芬提议谁要复议？好，我们黄师贴姐妹复议。来，我们赞成的请举手。好，谢谢大家哈。那我们就通过我们今年的预算都是凭着信心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年神要让我们更有恩典，能够更突破。来，最后财务检查员2名。那我们去年是林永仁弟兄跟谢水仙姊妹，他们还可以再连任了。是不是有人提议我们就可以吗？他还继续为我们加油。有没有人提议？谁要提议？快点来就是要财务检查员林永仁弟兄跟那个谢水仙姊妹应该他们很认真可以帮我们忙了来，许灵美长老提议，谁要复议？那个我们邢先生姊妹复议来，赞成的请举手。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拍手，我们大概就到这里。请那个我们的书记读今天的议录，我不知道他来得及记得那么清楚吗？很快。有点考验考验，因为快速了。来我们来宣读本次的这个议事。议事1，我们接纳2023年收支决算暨通过2024年的收支预算。那决议，我们接纳2023年的收入决算是2454万5321元整，那支出的决算是2416万350元整，那结存的金额是38万4971元。第二，通过2024年的收支预算是2252万元整。感谢赞美主这个几千万的反而念得比较顺好，感谢主第三，由贾秀芬姐妹提议接纳和通过，那由黄思铁姐妹复议，经会员表决同意接纳2023年的收支决算，并且接纳2024年的收支预算。第二，选派2024年财务检查员2名。决议第一，由许灵美提议林永仁弟兄及谢水仙姐妹，由邢贤珍姐妹复议。第二，经会员表决同意，由林永仁弟兄、谢水仙姐妹为本会2024年财务检查员。以上。好，我们谢谢我们的书记邓伟仁长老，感谢主。我们也谢谢大家都能够坚持到最后。那我们今天的和会就要到此结束，感谢主。感谢上帝，让咱和会顺利进行完毕。接下来最后咱吟上营圣诗396首，请起立来吟全首。大悲社会救主事，我关心中上快乐，大家给人亲爱合作，我也关对做靠。
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何去做工程，为尊对阮做起，所受令阮那家己，阮的先生叫做帮助。祈祷，请当家牧师。你们可以平安去，圣灵充满你们，使你们信主做门徒，喜乐传福音，扩张你们的境界，也张大你们居所的幔子，能够放长身子，坚固节制，向左向右开展，让我们2024年神的祝福更丰盛。我们要得胜再得胜，进步再进步，丰盛更丰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咱今仔会员定期会员会会，咱结束完毕。感谢上帝持续来继续带来余昌教的头前的道站。下晡5点，伫恁方讲吼有东港要来参会，请咱爱准时参与，准时5点。